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台东的兵木部落12人因为食包落地阿摆，结果中毒3个人死亡。即马是药师是伫咧检体甲患者的血内底去验到农药托福松，也毋过这款农药哪会伫阿摆内底？即马是犹阁找无原因。法务部伫今仔日早起派4个法医去小检，即马台东的地检署嘛犹阁咧调查。 法务部20早起派4法医到台东解剖食小贝阿拜死亡的3具遗体，要进一步了解中秋节台东县金峰乡兵木部落12个族人一体食物中毒的原因。不过，小处已经为村的食物当中验出剧毒农药托福松。不过，到底农药是安怎入去食材内底？台东地检署表示，一旦法医检验结果出来，才能进一步判断。目前也未将这个事件列为刑事侦办。检察官在处理这件案件上，是没有放过任何的证据资料。那么，在连续的2天的时间，我们都持续到现场来搜证。 除了检验出托福松农药，台大法医研究所加北营毒物中心也对8个含血液检验也拢验出托福松。不过，外团台东县送检的食材检体毋是同一批。台东县卫生局表示，迄时间采集了就送去小处拢是同一批。因为他们这个采集的地点都是在附近相同的，所以说他们也是持续都有采集啦。 卫生局表示，迄时间采检体时阵，还佫伫咧死者灶骹找到一包拆开的粉普尼农药，也拢有送检。不过，昨天讲制作传统的阿拜拢是徛喺周边的食材，无可能喷农药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也将相关检体事情送检调单位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